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要一同嚟思想喺自然災害面前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哋點樣回應上帝對我哋嘅呼召，展現佢嘅愛與恩典。聖經中充滿咗關於關懷弱勢、幫助受苦者嘅教導，而呢啲話語唔單止係文字，更加係行動嘅指南。當地震、颶風、海嘯、洪水同乾旱襲擊世界嘅時候，我哋睇到嘅係生命嘅破碎與毀滅，但同時亦都見證咗人性最美好嘅一面，團結互助、無私奉獻。呢個正係信仰嘅力量，等我哋喺黑暗中成為別人嘅光明。以賽亞書58章10節提醒我哋：你若將自己嘅食物分俾飢餓嘅人，使困苦嘅人得滿足，你嘅光就必喺黑暗中升起，你嘅幽暗必如正午。呢段經文清楚咁指出，我哋嘅責任唔單止停留喺祈禱或者表達同情，而係採取實際行動去解決他人嘅需要。當災難降臨時，啲人可能失去家園、糧食，甚至親人，佢哋嘅生命陷入咗極大嘅痛苦之中。此時此刻，作為基督嘅門徒，我哋被呼召要成為嗰啲失喪者嘅幫助者，用具體嘅服務彰顯上帝嘅憐憫。無論係提供食物、水、住所，定係醫療援助，每一份努力都如同一束光照進咗絕望嘅黑夜。耶穌喺馬太福音25章35到40節之中，進一步強調咗呢個使命嘅重要性。佢話：我餓咗，你哋俾我食；渴咗，你哋俾我飲；我作客旅，你哋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哋俾我着；我病咗，你哋睇顧我。凡你哋為最少嘅一個所做嘅，就係為我做嘅。呢幾句說話提醒我哋，每一次伸出援手，都係喺度服侍主自己。當我哋企喺災區嘅現場，面對嗰啲因為災難而流離失所嘅人們嘅時候，我哋應該記住嗰度有耶穌嘅身影，佢淨係睇住我哋係咪願意放低自己嘅舒適，走向嗰啲最需要幫助嘅人。雅各書1章27節就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宗教係照顧孤兒寡婦嘅需要。災難發生之後，往往會留低好多破碎嘅家庭，尤其係失去丈夫嘅妻子同失去父母嘅孩子。呢啲人都成咗社會中最脆弱嘅一群。因此，我哋嘅工作唔只係短暫嘅救濟，而係長期嘅陪伴與支持。通過咁樣嘅行動，我哋唔單止係喺度履行上帝嘅命令，更加係喺度榮耀佢嘅名。歷史上嘅例子亦都印證咗信仰喺災難救援中嘅重要作用。例如喺1871年嘅芝加哥大火中，當地嘅教會迅速成為避難所，為成千上萬嘅受害者提供食物、衣物同精神慰藉。而喺2004年印度洋海嘯期間，好似世界展望會、撒瑪利亞錢包以及天主教救濟服務等基於信仰嘅組織，第一時間趕赴災區，分發緊急物資並進行心理輔導。佢哋冒住生命危險進入偏遠地區，只為咗將希望帶俾更多嘅人。呢種捨己為人嘅精神，正係腓立比書2章4節所描述嘅：各人唔好單顧自己嘅事，亦都要顧別人嘅事。同樣地，喺2005年卡崔娜颶風肆虐美國南部嘅時候，教會再次成為關鍵力量。數百萬美元嘅食物由南方浸信會災難救援團隊準備完成，各地教堂紛紛開放收容逃難者，牧師們則喺講壇上傳遞安慰嘅信息。呢一切實踐咗以賽亞書61章1到2節嘅應許，綁紮傷心嘅人，安慰悲哀嘅人。正係因為呢啲無私嘅付出，好多人喺困境中重新揾到咗生活嘅意義。隨住氣候變遷加劇，現代嘅自然災害變得更加頻繁且猛烈。面對咁樣嘅挑戰，我哋必須學習新嘅方法嚟更好咁回應需求。首先，早期準備至關重要。一啲基督教機構，例如基督復臨安息日，會發展與救援署 ADRA 已經開始舉辦防災培訓課程，教導社區點樣制定撤離計劃或組裝急救包。咁樣嘅努力可以大大減少災害造成嘅傷亡。其次，合作能夠放大影響力。冇一個單獨嘅組織有能力全面應對大型災難，只有政府、非政府組織、教會及私人部門攜手共進，先至能夠實現最大效益。比如2013年菲律賓遭受海燕颱風中4號倉科後，唔同宗教背景嘅團體聯手修復房屋、學校同生計。
完美詮釋咗傳道書4章9到10節嘅精神。二人比一人好，若果有人跌倒，其中一人可以扶起佢嘅同伴。最後，我哋唔能夠忽略長期恢復嘅重要性。短期嘅緊急援助固然不可或缺，但如果缺乏持續性嘅規劃，受災地區好難真正走出陰霾。好似人人家園咁樣嘅基督教慈善機構，專注於重建家園，幫助居民恢復尊嚴。呢個正係耶利米書29章11節所提到嘅。我知道我向你哋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，唔係降災禍嘅意念，要叫你哋末後有指望。喺現實生活中，亦有好多人以其英勇嘅事蹟激勵住我哋。例如卡爾威肯斯喺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選擇留喺當地，為被圍困嘅孤兒院送去咗救命嘅糧食同水，拯救咗數百名兒童。佢曾經話過一句簡單卻深刻嘅座右銘：做啲小事。呢個完全符合彌迦書6章8節嘅教導。世人 B， 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，佢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。另一個令人敬佩嘅例子係肯特布蘭特利醫生，佢喺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爆發嘅時候感染病毒，但仍然堅持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嘅支援。佢話：我哋唔能夠對正在承受痛苦嘅人轉過面去。佢嘅行為體現咗約翰福音15章13節嘅核心信息：人為朋友捨命，人嘅愛心冇比呢個更加大㗎喇。親愛嘅朋友，災難雖然帶嚟毀滅，但亦揭示咗人類嘅潛能。佢讓我哋明白，即使喺最黑暗嘅時刻，上帝嘅光芒仍然可以透過我哋嘅雙手照耀出嚟。願我哋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呢道光，將愛與希望帶俾需要嘅人。阿們。